家慧搶閘做龍 B， 天明得咗。Hello 嘉慧 ，Hello 李欣你好，不如做咗真係冇花㗎，代價嘅女人特別靚。21號就同洪天明拉埋天窗嘅周家慧，尋日喺荃灣提前1個月迎復活節。可能連大會都收到風，佢趕得切做龍 B 成功，下個月唔方便蒲頭啦。哇，仲特登揾咗個龍仔氹家慧，佢直頭流晒口水。喂，你粗身大細㗎，小心啲啊！佢仲係咁索吻，母愛大發。活動後我哋打俾佢，求證係咪堅有咗？唔係啊，真係唔係有咗？哇，邊個講㗎？佢入邊嗰個有嘅，事嚟㗎嘛。咁身體有冇唔舒服啊？冇，而家好好。OK，但係呢排凍，又好凍又好潮濕，係咯，有時周身痛咁樣咯。咁口密，方唔係未夠3個月驚小氣咩？佢同天明都好中意細路仔㗎，家慧仲好恨生龍仔添。舊年已經心急到喺將軍澳馬油塘村捉愛巢全力做人，而家如願以償，真係恭喜晒啊！